哈萨克斯坦艾塔尤尔特人权组织主席塞雷克江受到了身份不明人的威胁。据哈萨克新闻网，本月9日，身份不明的4个人来到了该组织阿拉木图总部，并参加了会议。他们企图问奇怪的问题，并威胁组织负责人。当他们试图逃脱时，其中1人被抓获并被送往警方。不久之后，塞雷克江就此问题发表了声明。他说：“我们不怕任何人，安拉保护我们，我们从不放弃自己的道路。”该组织一直倡导中国严格控制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权利。富士康位于中国中部城市郑州，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苹果公司的供应商之一。该公司的一份关于为 iPhone 工厂招聘工人的公开招聘广告中，对回族、西藏和维吾尔族使用了明确的歧视性词语，这引起了广大的关注。富士康周五发表声明表示，已对该机构进行调查，应终止歧视性招募，并正在促使地方当局调查招聘机构。委内瑞拉自周4以来大停电加剧民众的愤怒之情，周6成千上万名民众涌入首都加拉加斯支持反对派领袖。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马杜罗政府将停电归咎于有人对发电厂进行蓄意破坏，是在搞电力战，并指责美国对这次停电负责。阿尔及利亚人上街抗议总统角逐第5个任期。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以及国内其他大城市展开反政府示威，反对总统布特弗利卡角逐第5个任期。当局表示，有112名警员受伤，195人被捕。欧盟向保加利亚边境警察捐赠了70辆陆地车辆，以确保其外部边界的安全。保加利亚内政部发表的书面声明说，这些车辆将改善欧盟外部边界的安全，这意味着价值360万欧元的装甲车将被用于在土耳其塞尔维亚和北马其顿等非欧盟国家边境地区的工作人员。